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台语的形容词有快就有矮，有长就有短，有轻就有重。今日咱来讲有来就有去。啊，当然这个来去是动词。过去人咧讲朋友中间咧来去，即马较少人安尼讲，拢讲朋友中间伫咧往来。毋过这两字来去，咱来甲拆开会当产生真侪成语呢。咱一句一句来甲研究，来了解讲台语的言词真丰富，愈研究咱就愈产生兴趣。头一句，咱来讲暗来扯去，这里暗当然是暗过来，啊扯落去解说意思就真侪啊。说啊较长，咱来甲扯啊较短咧，嘛是叫做扯。搁有就是咱两个男女间的感情到这要煞，讲咱到这扯。啊，搁来，咱民间话咧一句话，咧讲平均扯，拢总解说起来，那换作算数，算数这个扯就是结算，毋则讲暗来扯去，这就是算数的时阵咧讲的话。啊，朋友咧斗阵嘛共款呢，讲朋友若要久长吼，你食开一束，啊，我骗你淡薄啊，这拢无啥过分啦。你讲国情啊，但你毋着讲我好。对啦，国情头拄我咧讲笑的啦。你食开一束啊，有当着啊，你骗我淡薄啊，安尼拢无过分。因为朋友要斗阵相处，当然咱就无计较，暗来扯去，无讲谁较长啦，互相5分啦，安尼叫做暗来扯去。同款这两字来去来，咱过来记第二句成语。这句原来真简单，叫做偷来暗去。咱知影偷，咱知影暗，拢咧表示什么款意思？毋则单独这句成语，干那咧讲一种用途。过去庄头有当着人会话，讲哦，迄个某某人的新妇，因翁一个无伫厝里尔，含迄个刣猪的，含迄个卖鱼的，这就叫做偷来暗去。毋过咱嘛知。咱嘛知影讲时代变迁，即马吼艺人莫讲赛车入去到汽车旅社呢，就干那伫咧路边牵一个手，敢是气满满时，拢嘛录甲明。毋则讲吼，若无迄个真正的证据，上甲上偷来暗去即个话，咱就毋通去生，因为言多必失。时代咧变迁呢，谣言毋通黑白讲，对咱有较好。即句偷来暗去，解说就伫咧遮。过来共款来去，咱来讲第三句的成语。第三句这简单的二位数，一来二去，一甲二拢读册音。一来二去咧讲啥？就是讲总讲一句的意思啦。一来二去，谣言毋通生啦。一来二去。朋友互相中间若要相处，暗来扯去无计较啦。毋则讲即句一来二去，毋是表面上数字的意思哦。解说就是讲总讲一句即个意思。同款来去两字动词会当拆开，会当变做遮尔侪种成语，这已经台语特殊一种应用的方法。毋则讲台语的言词确实真丰富，咱若认真来甲科考，认真来甲研究，才会了解讲成语的应用，会产生真侪趣味的所在啦。